云林县无中乡的公墓地有人偷倒废弃物，在放火烧了后，这代志就别空。因为这搭较偏僻，敢是去较少，目前公所已经报警察抓人。那环保局嘛强调会照空污法、甲废弃物清理法来上班。 明显是营建废弃物。一大堆用建的废弃物，搁有准备引清出来伫吸收。云林县埔中乡仁中公墓地这阵啊，去有不法分子恶白倒用建的废弃物，包括砖啊、遐、装潢废材等。10时暗时啊，顿的废弃物就会烧起来，相对用1点钟才甲火拍化。火烧了才知，即摆就是讲，伊这地点较偏僻啦吼，拄啊伫咧埔中乡甲元中乡的交界，听咧传讲是半暝啊，因为遐算偏僻啊，半暝啊，伫咧暗时阵来偷盗啊，所以可能这方面嘛是爱需要经历吼，咱这个资源啦吼。埔中乡公所是讲，因为仁中公墓地挖近在7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边，不法分子上到这位真方便，较袂互发现，倒袂少用建的废弃物。发生火灾了后，才压出来，公所已经报警，要来追查行为人。 一堆安尼啊，虽然关度未真悬，但是我感觉这若无紧，咱无紧家己来做这个取缔，也是预防点，未来嘛是惊伊变常态性。公所已请当地派出所协助查找行为人，并尽速加装监视器管理。后续如警方有查获行为人，本局将依违反空污法及废弃物清理法等法规规定办理。 埔中乡公所讲，仁中公墓一定每年会办理迁葬的作业，为了避免又搁互人乌白倒废弃物，会请厂商加装监视器，简单的围篱啊，甲派员加强巡逻应用，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可疑的人士出入，会当向相关的单位通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